浪，胜败万正论英雄。起起落落当作英雄，历尽了沧桑，意志愈坚强。落魄免悲伤，小子啊，嘛会变英雄。 有常，有时屠杀的环境啊，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 再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 卡斯，你会当遵守这约束，我讲的代志，绝对会做到到。卡斯，我继续坚持落去。心爱一定为了要替我完成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的理想，耽误治疗的时机。无条件，我会当利用这个约束，让心爱接受上好的治疗，嘛趁这个机会，救起金阳对棒球的热情。 咱爷，你是要去倒？我甲你讲，你上好是点点仔离开啦，莫搁去找心爱，才袂刺激到伊的心情。安尼对伊的病情哦是真不利哦。社长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处理了真水快了。 唔然找到心爱的下路，我替你除掉你的真敌。江明正，卡斯心爱为着你，拖到即马才找到伊，加重伊的病情，影响伊开刀的结果，你都要负责。哪会去遐久啊？丁心来，小姐。李姐。李小姐，请你坐起你轮椅，我送你去头顶病房，等候进一步检查通知，准备动脑神经外科手术。头顶病房？何叔小姐，你可能误唔对啊，我无需要到个头顶病房，而且我嘛负担袂起。 心爱，你唔免烦恼，我负担得起。金阳，我替你安排一切，我来照顾你。心爱，社长有替你安排，一天有24点钟的看护在头顶的病房，佮要找上好的脑科权威来替你开刀，用上好的药啊。志强呢？歹势，请问你有看到志强无？冯志强应走。 什么意思？心爱，冯志强伊放弃你，你家己放互袂记。
我实在不忍心看你安尼对伊吃苦。你莫在遮有白讲，我要找志强。等一下，心爱，这份契约你看清楚。这是彭志强亲笔签的契约，伊用新的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来做交换条件，甲你娘社长。我唔相信，无可能，我要找志强，我要找志强，志强，志强。志强，志强，你在哪里？你出来好不好？我在你的屋。你出来，志强！起来！志强，现在要签这契约，你跟我讲，我甘愿死，我嘛袂接受其他帮助。你跟我讲，你现在要签，你跟我讲啊！你讲啊！心爱，其实金庸真心爱你，而且即摆只有伊会当解除你的危机。搁再讲，我签这份契约，我就会当完成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的理想。你应该欣赏我。你莫家己骗家己啊，好无？我知影你毋是迄种为着利益会牺牲感情的人。心爱，你嘛莫怪志强啦，查甫人嘛，事业吼才是第一性命，对无？平时讲了无毋对，事业是查甫人的第一性命。卡叔一定爱我伫咧事业，甲爱情选一个，我会选择事业。请你信任我嘛希望你会当赶紧接受金庸的安排，甲你爸爹好。了解了，原来你是为着要让我安心对待，对无？志强，你现在这样讲，你现在要出卖你家己的感情，为着你，我连命都会当唔坏啊！你现在要签这契约，让我伤心的。彭志强，查某囝讲话要算话。好，既然这是恁的协议，我答应。啊，不过金庸，我害你知影，我不是金元，我是真心爱，我绝对袂牺牲我的爱情的。志强，我绝对袂辜负你的苦心，我会赶紧当手术。我会赶紧好起来，我一定要亲目睭看到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胜利。所以我祝你白忙。彭志强，
你嘛爱记，莫阁接近心爱。金明啊，我就是咧等你，我要恭喜你重新得到心爱。你赢志强，赢了真水气。是我先敲电话，把好消息通知张老爸知啦。我哦，千辛万苦才找到心爱，是应该好好来甲社长庆祝一下。冷静啊！我还有一寡话要对金明讲，你先等。是。爸，你这一招两了的计策实在真好。即马彭志强已经毋是我的对手，来吧，咱来啉淡薄仔。这么欢喜，较早一点。爸，你安尼讲啥物意思？老伊都偏囝走转去日本，照道理，因应该有报复的行动，是安怎遮那久拢无动静？这拢爱怪我，是有过相信中义，毋才有机会把人放走。其实我即马足后悔。好啊，即摆后悔已经袂赴啊，但要赶紧采取行动。爸，你有啥物计划上？当初时是彭志强协助林天生阿母逃走的，约看真4年。即摆林天生甲玉芬拢住伫志强家斗。假使新丰组有想要行动，一定先去联络彭志强。你讲的真有道理。咱会伫咧彭志强甲新丰总联手进前，甲彭志强拍倒。一步一步来。你即马抢着心爱，已经伫咧彭志强的心肝头拄一刀啊！刷落来，咱得将彭志强以战士的名声甲抹互乌，互伊变甲一点仔价值拢无，互伊踮咧社会上无法度徛起。爸，你实在足有智慧。害人无见识，才是真正的高手。是讲金明啊，你对心爱用情真深。假使讲为着伊，你敢会对你的敌人两死？过去是我上爱民主，唔去承认对心爱的感情，但是我生活来一直无甲伊放袂记。啊，毋过我是无可能予任何人为我的手头甲心爱抢去。所以我会对我敌人绝对袂忍心。金明，你也会记得，多情是咱查甫人上大的致命伤。只有真正有志向做大事的人，根本就不应该受到感情的影响。啊，敢讲你对妈妈无用真的感情？所以我才会受伤，伤甲凄惨落魄。所以你也是真爱妈妈对无？就是因为我爱伊，我才会这样痛苦。是安怎爱一个人，就一定要受这样多苦？来吧，邻居。爸，我到。永远是我做的。天仙，小文，醒话了。
他做咩嘛？我忘记你去念足同意，无论阮大家安怎想办法，都是无法度控制。袂啦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搁毒品来控制我。是讲，我要搁感谢金万山。感谢伊。是啊，若不是伊我染着毒品，我哪有机会看到你对我的痴情？是讲我即马一无所有啊，害你要甲我吃苦。吃苦哪有算啥？上重要的是两个人爱真心对待。不过，我即马唯一要当我好心的，就是咱金良，咱一定要救咱的后事。金良会变到今仔日安尼，咱做父母的一定要负真大的责任。所以只要咱第一天，一定要想办法来替金良赎罪，帮助伊回头。志强倒来？我袂啊，啊袂哦。天黑暗啊，这个是走对去啦。是啊，我是安怎？我问过警察局啊，拢问你家的消息。安尼就伊就调情啊，你无死嘛半条命。只是叫模型来看你了啦。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我找着心爱。啊，你找着心爱啊？啊，你若无甲带回来啦？伊即摆当咧病院接受治疗，准备要动手术。啊，你回来要创啥？你唔爱留伫遐吼，甲照顾啊？即摆有金阳回来甲照顾。什么意思？彭志强，我唔敢相信你是这款人啦！这种物件你也签袂落去，三支棒球综合不能赢，根本必须来干重要。心内若知影这个代志哦，一生我拢罪啊！你知影无？心爱心罪，我嘛同款。你给我敢讲？志强，是毋是金庸逼你？毋是伊逼我，是我无这个能力，好好照顾心爱。即摆只有金阳会当照顾。金庸哦，这个精神啦。是我无甲家己好心甲好好，才会让你甲心爱去受到伊的伤害，啊，毋伫遮甲你回心的。你毋免甲我回失礼，我顶多要感谢金阳，互心爱遮尔好的照顾。遮尔好的医疗，安尼心爱才会当较早恢复健康。你哦，你的心肝头哦，叫金庸哦，硬去批去啊啦！我甲你多谢。志强，你当忍受放弃心所的人，牺牲自己来完成伊的幸福，这是一个查某囝表现。这是我即摆唯一当替伊做的，算什么牺牲？心爱，原谅我。金苗啊，这份契约书你敢看过啊？金苗，你对这份契约书敢有什么意见？敢达对咱投资？合作公司的代表马上就来啊！你拍算要安怎讲？啊，这样代志你决定就好啦。哎，你是股本就来就写少，
你免能对这样重要投资案一点仔都无关心。爸，啊，毋过心爱拄开刀，即摆状况无稳定诶。打你也毋是医生啊，敢有法度甲心爱斗相共？心爱有专业嘅医生甲护士咧甲看过，你爱顾的是高宝集团。社长，张人爸讲的嘛有道理啦，你哦，你又搁点伊啦？你马上将这份契约书详细看一下，在人起来进前，准备好你的意见。爸，是边卡来的？也毋过，人客马上就要来安尼。哦，爸，等一下啦。喂，啥？哦，我马上过去啊。爸，心爱即摆状况无稳定，我必须要过去啦。嘿，啊，投资案是免啦，对方是真正重要的合作对象，你无在场，免哪会用的。爸，你处理就好啦，吼。金苗，金苗，是查某重要，还是你的前途较重要？爸，两项代志拢足重要啦。心爱即摆有性命危险的。花面前去病院，你留落来。是，你先等。爸，卡斯你我要去病院，我大事情我慢慢讲啊。金苗，去。这了不要惊，了不要惊。张人爸，你莫生气啦。金庸这个人哦，就是重感情，伊无可能无顾心爱性命，留来讲生意。袂叫伤太，即马甲我做伙大汉的你只，又搁互我上爸过母的阿兄刣死啊！你还搁遮尔啊少岁，拄啊做过即款的悲剧，要哪会讲？真正是为难你啊！我想挽回金庸的，从今以后，我甲伊势不两立。只要你的痛苦，阿姨会当体会。也毋过，你若唔肯原谅金庸，真有可能会阁造成另外一出悲剧。那呢，我是要安怎？金庸今仔变甲安尼，我一个做妈妈爱有上大责任。超，给伊一个机会，嘛，予你金庸哥哥一个自新的机会，好无？恁金庸哥哥做遐尔侪伤体下你的代志，也毋过你骂伊、拍伊、保护伊。颠倒会互伊搁较走火入魔，永远都无法度回头。你阿爷的话，要用咱的耐心甲爱心来甲伊回头，甲伊为最后的一抹的地救出来，互恁金庸哥哥知影过去家己做过啥物，莫搁互伊做害人害己的代志，好无？我会当体谅你的心情。毋过我唔知影，我是毋是会当做会到？因为我也是无法度放袂记，阮二才要死前一个痛苦。是哦，我已捌处理了无？毋过我会尽量试看卖。多谢。
多谢你，搁肯予伊一个机会。风沙破啊，你永远是我做美丽。胡主席啊，请问这电视即摆状况安怎？恁是？我是伊的未婚夫啦。哦，暂时阮伫了病情，也毋过也是真危急，你即摆会当入去看伊。彭志强，你甲成爱已经无关系了，你莫袂记，你有甲我签契约？虽然我有签契约，也无并无表示我就有要管死万死活。哎呀，我准你入去啊！金明啊，你著志强入去。无可能啦！金明，你伤过分啊！你唔才伤过分。是嘞，就家属当入去。哎，别人伤我伤袂，俺有算家属无？病人的情况一定真无好，恁遐侪人客入去，想要害病人的病情恶化性。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好起。心爱，心爱，胡主小姐，你请老医师进来。心爱，我是金勇啊！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心爱，心爱。心爱，这是志强哦，真袂救啦，要互你啦，要互你啦，啊！心爱，你要振作起来。嘿，心爱，你有感受志强对你爱对无？志强，啊个只哦，暗，伊拢来看你，因即摆拢伫咧外口，叫志强你来啦。洪志强，你哪里来？心爱，欢迎啊！心爱，你一定要支持落去，你哋拢是上坚强的，敢是？真稳定啊！也毋过他拄仔心跳真乱呢。这叫做爱情的力量。金勇，心爱，是毋是已经脱离危险啊？假使毋是彭志强来遮，谁会可能去往生啊？谁会昏迷的时阵，你思思念念的，还是彭志强？讲紧啊，因两个人本来就真心相爱啊。安尼我是算啥的？我全心全意救心爱，互伊带上好的病房，甚至连我上重要的客户，我拢无爱插啊！伊竟然安尼对待我，妈妈要讲一句真心话，你本来就不如志强。我是你的后生，彭志强是互你什么好处？你到即马搁替伊讲话？我毋是替伊讲话，这拢是事实啊。志强人正心嘛正，从来毋爱做过害人的代志。即便由于着心爱，会当放弃家己的感情，你敢做会到？你嘛毋通失志啊！今晚若搁回头，也会负咧。回头，
甲你甲有林天生去过迄种凄惨落魄，咱看袂起的日子。金耀，千万唔通这辈不过。这辈保的人是你啦，是你家己想袂通，互你对爸爸做贵妇令你无爱，偏偏啊对林天生来食苦。你可清醒咧！好啊，莫阁讲啊，我家己的路，我家己会晓行。医生讲，心脉脱离危险期啊！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去看心脉。看到心爱姊伫咧死亡的介绍讲甲，互我了解到生命的脆弱甲宝贵。我一定要好好珍惜我身躯边的人，唔通遐尔简单就互因离开。你讲，你没事了，你讲，你走来了你这是我对你唔好，我即马知影，你是一个有情义的哥哥，你倒来吧，小姐，啊你哪会一个人伫遮咧哭啦？即间足无安全的呢，上届无代志吼，莫大声啦。即间吼，捌发生过枪战呢。迄个着笑的人，有人看到伊吼，行无几步，啊，就跋落海里去啊呢。你讲啥物啊？你讲讲一遍。你讲有人看到伊跋入海底，迄人你讲有是啥？你带我去见伊，你带我去见伊啦！好啦，我带你来去啦。你讲白啊！我求你保庇，我求迄个人是你食，伊无应该死的，伊无应该死的。小姐，真歹势，我拄才甲问过吼。伊讲哦，有看到迄个人哦，跋落海里啦。啊，想要甲救哦，不过迄间海涌伤大咧，嘛无办法啦。那你敢有可能还阁有别人看到，甲伊救起来啊？啊，总讲迄个人跋落海里，有人啊救起来，毋拄阮庄仔人嘛会讲啊。我看吼是凶多吉少啦，啊，无一定哦是死去啊。是啊，那就是。
我结了，根本无法度，对我伊两个歹人都知影。你甲我听听，你听。雨伞雨啊，你永远是我做美丽地平的阮在起。歹势，我只是无注意到你，你人安怎无？阿妹。我台北市这尔大，你竟然早来这去我弄，真正足拄好的。我金勇啊，你敢认为我是故意骑车骑来这，互你弄的是？好啊啦，莫讲这尔多。这钱摕去买一台新的脚踏车，而且还有咧买几号个月便当。这钱顶面有伤侪金万山的毒，我承受袂起啦。我看你中意的毒嘛伤过深啊，连家己的亲生老爸都袂认的。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会会甲安尼讲，就是你无资格安尼讲。你看啦，你即摆落魄模样，你搁廖准讲，你是较早迄个化水会见动的伊岛社长。无毋对啦，我即摆是落魄啊，无身份地位啊，一个几十块的便当就通顾我一顿。也毋过我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是过得真安心。至少无需要亲像你，随时爱提防你身边的人来反背，随时爱提防别人来讨你的命。无毋对啦，你即摆真样不可一世，也毋过像你安尼，一天到暗想要对回来，搁惊冤仇人来找你报仇。我请问你，你敢有一顿食了安稳，敢有一暗来落眠？你是一个失败者，我甲你完全无同。我的敌人会全部消失在世间上。我是最大的失败者。你若是甲我作对，我绝对袂手下留情。你已经失去做人的本性。你上大的敌人，毋是别人，是你家己。歹势，涂骹的物件 QQ。社长，经过我调查哦，伊条头路即摆会讲是进无步退无路啊，竟然伫大卖场收粪扫呢！啊，伊个酒粉哦，更加是下济，而且有好日子通过，唔知影珍惜，煞逐工对伫伊条头路身躯边。唉，我看伊两个哦，根本就是一对破家去食夫妻嘛。你即摆是讲啥袂啊？金鸟，你先前讲的嘛是事实。就算周玉芬林先生因失去所有财产，啊，凭伊头脑来做一项小小的生意，过三顿，这嘛是真简单的代志。我实在是想无啦，哪有需要去做乞食、捡粪扫？林静啊，啊，你敢有调查清楚？张人爸，无调查清楚代志哦，我是唔敢有白讲。即马应该还未下班啦，你若是唔相信，会当去大卖场看卖，你就知影。哦。
前啊，要安尼糟蹋家己，因家己唔知影计较准拄数，谁人要国外民主啦？金庸啊，无定着你讲了对，无定着你是挑故意要写你的民主。万一去媒体查出来，因是你亲生爸母，会互你排一个不好的罪名，这唔但会破坏你的名声，恐惊对你要竞选上海理事嘛是真大的阻碍。金庸，林姐，照你看，金庸选来应该爱安怎做？甲伊的亲生爸母彻底变面，断绝所有的关系。也毋过，这条靠你甲斗相共啊！若是有需要我效劳的所在，张人爸做你翻译。我要让全台湾的人拢知影，金庸甲林天生酒肉的关系。和金庸民主真扫落地这代志，就爱靠你啊！一小可代志啦，包伫我的身上。无啊，手铐挂着呢，无啥。来，我看卖，看卖。老粉，这白粉较多，先保起，较袂去感染，等一下切掉。多谢多谢。是哦，只这种粗重的工课无适合你啦，等休困好无？那无适合，咱是一家伙仔，本来所有代志都应该做伙承担。是哦，真实的，拢是道上考虑你。恁规个伙啊，真正是天生的下者，连捡本事嘛捡到这尔好。无唔对啦，阮就是捡本事的人，而且是专门捡你这种本事的人。啊，毋过吼，参像你这种本事，连一点仔微小的价值拢无，就敢若会当当做一般的本事，烧掉做肥料。金淼，你是要创啥？你现在是要做一个六亲不认的人是？好啦，莫讲这个啦，恁在遮捡本事。我民主真走落地，恁马上离开遮，以后恁的生活费我会负责，绝对会比恁遮的薪水加10倍以上。阮遮无爱咧，阮是靠家己的努力赚钱，无偷无抢。你迄种来路不明、无天良的钱，啥物值啊？你若搁加讲一句话，我一定互你后悔。互我后悔？恁连家己的亲生爸母拢会伤害啊！我是算啥？永远是阮在起，恁连家己的亲生爸母拢会伤害啊！我是算啥？金庸，我甲恁爸爸是心甘情愿要吃苦的，阮会安尼做，是希望替阮过去所做错误来赎罪。嘛希望会当替阮的家己后生积一寡德。今月已经牺牲啊啦，也毋过你无共啊。只要你即马肯回头，安尼阁会好，你的心内一定会当得到平安甲安稳。毋免讲这样好听，爱偌济钱做你开嘴，我会用钱买我的民主甲我的尊严。金淼。若讲到钱，我看真多啊，嘛无遗憾。敢讲你也无了解？我要伫个是一个清清白白、
无收分的后事。记者来，恁交给二贵，卖提遮下去下去，跟二贵。林社长，听讲你的亲生爸母是只扣粪扫，敢讲你是来看伊？前面哪有可能？我亲生爸母生活过了真好，哪有可能做这款的代志？一切拢是误会啦。你爸母伫咧扣粪扫的相片。无唔对啦，金庸哦是一个不好主，这两位就是周耀芬甲伊做头路。林社长无遮尔好行，奈何你是遮做这种工课？阮唔是咧扣粪扫，阮是咧做环保。啊，就无法度啊，后生无爱饲爸母，爸母只好靠做环保来趁钱生活，啊，就无想要安怎过日子啊。金庸啊，我看你即马要安怎收尾？你小心给他们联系嘞！哎，我再给意见嘛，我给意见啊！哎，今天你快走！金庸，等你爸爸妈妈回来，大家心平气和，做一遍甲误会解释清楚。彭志勇，你上爱记，你狗仔是有枪客用，你莫讲啊伊遐事。我因看心爱是关心伊的病情，而且我嘛经过你的同意。既然我已经答应要放弃心爱，我绝对讲话到做用。我是唔惊你反悔啊！你要完成这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的计划，无我的支持，你是无法度完成的。好，咱莫讲事事，咱来讲公事。迄份契约，我的部分已经做得到啊。我嘛希望你会当小信用，赶紧完成3级棒球综合训练。迄是当然啊！这日子我已经选好，我会在和平公园举办一个活动，我会公开宣布，咱要合作这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计划。所以，你这届一定要完全配合我。只要我做得到的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你做你放心啦，你做袂到的代志，我是绝对会勉强你。哎呦，手还遐尼阴沉，我若无暗中甲伊注意，这样我叫有卖都唔知。金瑶，你照训练师来安排，会继续安尼传下落去。免偌久，你倒手投到位，就对个适合你的正手。真紧，你就当重新转去球场，做一个金牌投手啊！爸，我唔那是要甲我伫球场上金牌投手的地位提转来，我即马上大的目标，就是要甲彭志强打掉头壳，予伊永远无得翻身，安尼才会当消除我生活来往。你已经甲我的名字写了了，恁过来才要创啥？无听到即马应该变心意，明白赔甲钱作对，总嘛要还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啦。哎，听咧听咧听咧，哇！啊，全身躯粪水臭味，哎，啊，要规气衫裤换换咧才来啦。意思讲，若是武六军会当消除你对阮的怨恨，那安尼我甲天心会欢喜做甘愿事。是啊，原本我甲恁同款，心内充满怨恨，后来我想通啊，确实我若无法度放弃所有怨恨来原谅别人，我是有啥物资格来要求别人原谅我咧？
过去阮做真侪对不起恁的代志，恁来专工来甲咱实的。最近我甲天生拢来拜访修行，无亲无求，而且阮决定要以食苦来赎罪。渐渐感觉心内去得到是任何金钱嘛无法度买到的平静甲自在。我甲天生特别去求七尊佛祖，希望恁爸仔囝嘛会当受到佛祖的开示，诚心赎罪。好啊啦，莫会踮遮假鬼假怪，只干那失败者会叫鬼神保庇。我只干那相信强者生存。嘿，等下，等下，物件摕去啊！嘿，来像练一寡消的物件，逐日做一做，是咧算啥？多谢因讲遐小话拢是骗人的啦，因是发咱普甲变无步，才走来遮假鬼假怪，因尊万是要来乱咧，唔通中因的计。咱袂个失败啊！我要将所有可能威胁咱所有阻碍除掉，咱爸仔囝一定来得到最后的胜利。Winner takes all。我今仔做最后的胜利者，我绝对袂予任何人阻挡。真，生你有信用啦，讲会到做会到。金明，不管安怎讲，你帮助我完成3级棒球中华训练啊，我拢会甲你说多谢。先莫甲我说多谢啦，这训练营是袂当成立，就要靠你家己啊啦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想要反悔哦？伫这客户顶悬敢若有写，我要帮助你成立训练营，并无代表我要投你资金。废话啊！啊，你无资金是要成立？黄志强，是你家己答应我，要完全配合我的安排，而且以你的名声，你阁惊总袂到资金上。哎，你莫咧讲话啊，等我性格啦。有啥物话啊？讲我清楚啦。民警啊，小弟，没有正经穿的小跳的衫，我准备好。喂，你是咧比啥物棒啊？这真简单啊！我要伫咧和平公园组一块地，伫咧假日的时阵，请你进行公开表演，为这训练营募款。募款？对啊。威风凛凛的阵型，穿小跳的衫，伫咧众人的面头前表演，一定会当得到真侪同情票。募款的金额自然就会提高啊。我了解恁遐尔好心哦，啊，会帮忙志强完成理想。这根本就是一个适合的圈套嘛！乌骨也有志强跳，伫众人的面头前闹鬼对无？嘿嘿，哎，真无简单呢。啊，平常时看起来推推拱拱，啊，有鲁巴，竟然就变啊这样巧。志强，咱要中一个，莫直接用武力行。是讲金明，你哪会这样天真哈？堂堂正神，你要叫办小偷啊，互伊闹开，免哪有可能啦？对嘛，正神的名声哦，遐尔响，哪有可能办小偷啊？假使正神唔肯放落身段，安尼是要个无款。
讲什么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，照我看，不过是空嘴无舌，凊彩讲讲的。但我廖准讲哦，彭志强会当为着棒球理想放下自尊，即马看起来是我看唔到人啦。你讲什么训练营？根本是一个美丽的幻想，永远就无法度通实现。明静，后壁布条听听咧。是。这个，莫走，咱另外想办法啦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表演。啊？郑成愿意办小丢啊？这个。浮沙破啊，永远是我做美丽地去。各位贵宾，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啊！各位，阮的郑成为着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，甘愿做小偷啊！以后真正让人足感动的。各位，这是天下奇闻难得的画面，请各位哦，加翕几张啊小偷证成，以后留作纪念。郑成，今仔日无顾家己的形象，敢讲你唔惊会去损害到恁棒球运动员的尊严？这是负面的示范。敢会对棒球运动太无尊重啊！志强，志强，哦，你三位来啊？你是来替郑成加油的是？哦，真拄好啦，拄着这么精彩场面啦！拜托拜托，恁三个靠近一下，我直接看袂落去啊！志强，你这是在创啥？你硬上藤条啊！来，等下啦。金苗，你是安怎无要听我的苦？一定要当众人的面前安尼来侮辱志强，打叫伊的名声。林先生，请你唔通为难我的后生。金万山，你若是一直无办法放弃对我的仇恨，直接对付我，无需要安尼为难志强。对付你，你讲特地我来替你浪费精神。今日是彭志强改头换面的大好日子，你靠边仔咧，唔通来妨害我的好心情。志强，你敢看袂出来？因是故意要侮辱你。我当然知影，郑成因为棒球出名，为棒球做一点牺牲，无算什么。志强，我带你去找一下。林小姐，恭喜你已经恢复视力。医生来互诊过，讲你无问题，下晡你就会当出院啊。多谢你的照顾。你应该多谢迄位彭先生，是伊一声一声甲你叫转来的。对啦，你会无聊无？我开电视互你听。这个记者会令人惊奇，也争议不断。各位观众，在我身后的这一位，就是素有战神美名的方志强。他为了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的成立，特地办。是麦姐，姐，我拄听电视讲什么志强做小偷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专工赶来要甲你讲的啦。志强伊起笑啊，因为第3期棒球综合训练营，竟然无上，伊这是新闻做小偷啦无款呢。是麦，你即马赶紧就打电话吼，考紧个志强啦，叫伊莫吼今晚上别惊咧比较人啦。即马干那你的话吼，伊才听在里面啦，好，拜托你。来，加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1个小时的家，嘟声后开始。我们接电话啊，算你影音信箱啊。一定是晚上的时阵手机袂记1查啦。
那你紧来找伊啊！啊，不过你身体敢袂用出去？医生讲我下晡就当出院啊，啊，不过我等袂赴啊，我一定要阻止志强。好，要加水你哦。来。啊，郑信勇甲安尼是你创啥？这是嘛是为着咱还遮庄仔安尼。正行果然是正行，威风不减嘛。咱大家做伙拍破啊，甲正行鼓励一下。我做兵嘛想袂到，我是嘛对偶像正行，竟然为着钱出卖家己的自尊，你咪是我偶像正行啦！小姐，伊嘛是去环境所逼，正行办一小偷啊，有啥物关系？只要无款的活动哦，会当成功，安尼就好啊。你唔是我心目中的战神，这亲民叫海里啊，海里啊！正行哦嘛是人啦，恁大家哦莫为难伊啦，吼。顶届棒球赛嘛是输伫个手头啊，为着一安尼放射自尊，安尼敢对？何志强，你搁想要继续表演？我决定的代志绝对袂后悔。真好，我就是惊你后悔。志强，志强。心爱，志强，是吧？你奈无留你的病医照出来？是我找伊来甲你考证的。阿老爸，若是现在出啥物问题，我就要治你的性命。你那病友。我不爱，我不爱。是吧？我不爱。你永远是我做美丽地底。是的。顶下穿甲安尼。你安尼是在创啥？你看会到？你看会到？是吗？你看会到？你敢要看会到我？我是金庸啊，是吗？想袂到我好起来。第一目所看到，竟然是打扮做小偷啊，甘愿去用糟蹋的正神。金苗，是不是病人？你要给他送伊回去病院。身体较要紧，我送伊回去。我不爱，除非
你停止对志强的侮辱。心爱，迄是伊心甘情愿的，就好亲像伊签一份放弃你的契约同款。请你尊重我甲彭志强查某囝的约束。可是恁会知影尊重，你就袂对志强做这种代志。金阳，我愿意配合恁的契约，但是无代表讲我同意你毁掉正式的形象。因甲你抽化甲安尼，敢讲你毋知影，替球迷有偌失望？今日，甲这衫脱来，脱现落因。无唔对，志强，无需要陪因阁算落去，衫脱用的，咱来走。是啦，志强啊，你爱听人的口劝，互心嘛放心，紧啊！我坚持要继续落去。志强，心爱，我早就把我对你的爱藏在心肝内，抑有啥物代志是我无得好。这些形象，甲三级棒球中华混的样，你想比起来算啥物？这新版小丑啊，是一个真好的创意，一定会当引起真大的轰动。我要利用这个舞台，让社会大众知影，我要推展棒球的决心，趁这个机会，就是所有的人对棒球的热情佮支持。各位，正新拍球的实力绝对是全台湾第一的。你若是为了家己，伊只要继续拍职棒，就当摕奖金、摕高薪，啊无就是拍广告赚大钱。啊，不过伊并无安尼做，因为伊有更较悬的棒球理想，迄就是创办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，互更较侪有天分的少年人受到上好的棒球训练。正成甲万达办做小抽啊，为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来募款。伊是全世界上可爱的小抽啊！所以咱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伊，恁讲好无？好！正成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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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金明，你甲志强的契约同款有效，啊，毋过即马我要口头加注明一条。就是你要为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尽心尽力，我不准你搁陷害失去志强。啊，那无，我一定头一个找你算账。金满山。先总，这戏是你安排，无看完就想要走。你唔通第一个想走，开花满天芳，结志惊死人。最后游玩得笑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胜利者。后摆无落多久，我电倒来看卖，这彭志强会当威风偌久？就是无死，嘛敢若剩半条命。你即摆去找金万山理论，是替家人去牵石头，自取侮辱。到时阵，你受到伤害愈大，你知无？志强讲了无对。敢讲，咱就安尼去在伊糟蹋，安尼不了。你走。我唔走，因为我唔相信迄是你的真心话。你若是无对我走，金庸一定会停止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球迷工作。假使我有机会选择，我绝对无愿意做你的囝。
人的土桥，一双孤单的脚步，茫茫心情他乡路。因早有拉苦酒，一脚行李是小无，伊个心情茫然度。男の涙行到这，悲伤不是人生的路途。徛在林下沙漠，无人熟悉夜半的有的路，想着过去的糊涂，才着行这条路。无奈的离开，才知出去的错误。又在连写一路，站站起坐，终点是家务。呼噜沙托。